基督在人間紀念大埔宏福院聯合祈禱會，現在開始。喺呢個充滿傷痛同埋疑問嘅時刻，今年晚上我哋唔逃避呢一份嘅沉重，而係我哋一同嚟到上帝嘅面前。我哋喺祈禱同埋靜默當中，尋求嗰一份超越我哋理解嘅平安同埋力量。故此，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發起，亦都係得到中國基督教播道總會、香港浸信會聯會、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、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、阡陌社區浸信會共同策劃呢一次聯合嘅祈禱會。喺今天晚上，整個聚會分成5個環節，就係患難中嘅倚靠，第二就係軟弱中嘅安慰，第3就係聖靈裏邊嘅扶持，第4個環節就係新生命嘅轉化，第5個環節就係愛嘅終極盼望。喺災難當中，基督喺邊度呢？原來呢個大災難，呢啲困難嘅日子嚟到，後邊跟住主耶穌佢就話：你要照顧最小嘅一個。基督並非從天上解決呢個嘅苦難，係喺人間成為咗苦難嘅一部分。佢俾我哋睇見神拯救呢個世界嘅方式，時常係用人嘅手、人嘅眼、人嘅懷抱。我哋喺鏡頭上邊睇到好多捨身嘅身影。喺呢個基督在人間呢個親臨世上，我哋睇見好多耶穌基督嘅愛化作一個嘅感覺到嘅溫暖。我哋係知道我哋嘅主耶穌與佢哋同在嚟到去經歷，但係賦予咗我哋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幫助我哋、提醒我哋、鼓勵我哋、激發我哋，要走進更深嘅愛同埋盼望嘅道路上面。上個禮拜3係我屋企我親人之間一個好大嘅噩耗。警方有同我哋講呢，我哋入咗你哋親人嘅屋企入邊，我哋揾到3個。我覺得係喊出嚟，我話吓，佢哋3個一齊死晒。我作為一個牧師，我喺度祈禱，我發現點解我做唔到救到屋企人，但我仍舊去祈禱。我發現我禱告係蒙應允，因為我嘅禱告就係話：天父啊，你可唔可以俾我揾翻我屋企人？呢個係我哋屋企人嘅苦難，亦都係香港人共同面對嘅苦難嚟。但我相信喺苦難當中，我哋睇到眾人嘅愛；喺苦難當中睇到基督在人間。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神與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，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。羅馬書第6章第8節：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他同活。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，這3樣，其中最大的就是愛。請同心祈禱。天父上帝啊，響呢一個火災嘅當中，不少人係失去家園，求主都與佢哋同在，帶領保守佢哋，讓佢哋能夠重建家園。主啊，你係賜各樣安慰嘅神，願你測唔透嘅平安，親自去撫摸佢內心嘅傷處。當佢哋喺絕望嘅時候，願聖靈親自與佢相遇，讓佢哋喺黑暗入邊能夠找實你嘅應許。求聖靈照住神嘅旨意，替聖徒祈求，讓眾教會我哋能夠同心結連，與政府同埋各社福機構合作，為到大埔宏福院災民作出長期嘅支援，讓基督嘅愛透過眾人合力關愛嘅行動呈現喺人間。希伯來書嘅作者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嘅大祭司，就係神嘅兒子耶穌。
便當持定所承認嘅道，因為我哋嘅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哋嘅軟弱，所以我哋只管坦然無懼嘅嚟到施恩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、蒙恩惠、做隨時嘅幫助。主啊，願你嘅平安如晨光咁樣灑落喺我哋每一個幽暗嘅角落，你激勵同埋溫暖每一個傷痛嘅心靈。願你嘅恩典如天上嘅星宿，照耀着每一個孤寂難過嘅夜晚。主啊，讓我哋同心嘅祈禱，讓愛不止息，讓信心不動搖，讓盼望不熄滅，直到公義得到伸張，心靈得着安撫，生活得着安寧嘅日子再次來臨。我哋一齊禱告同埋領受從上而嚟嘅祝福。主，你願意嚟去祝福每一個家庭，求主俾佢哋勇氣，俾佢哋平靜，俾佢哋安穩度過每一晚，直到佢哋喺耶穌基督嘅福音裏邊得着完全嘅安穩，以致我哋喺每一個繼續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裏邊行走堅固，直到我哋喺天上嘅城重建你嘅日子。